行政院长杜英泰之前讲，望银行会当来提供较济贷款的资金。金管会嘛表示讲，确实有邀请8大行库来开会，了解目前买厝贷款的状况。嘛强调讲若有银行违法要求客户贷款，还阁买其他的金融商品，就来启动调查。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在伊出席公开活动，对外证实金管会伫早起找8大公股库开会，搁一摆强调，政府全力支持头一摆买厝的人，同时甲外界警告，若有大小行为是违反规定，会透过金检来查核。另外，今日放零银行法72条支持缓解贷款追费，潘金良也做出回应。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能够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些这个滚动式的检讨啦。我想。因为实际上我们确实在过去我们的这个比率是偏高，还有就是我们在过去不动产的投资比重呢，我们金管会主要是针对流动性的管控哈，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存款呢，然后流向流动性比较低的不动产市场。潘金良表示，整体银行拢是特许事业，爱先进社会服务功能，爱全面配合支援。头一摆买家己大厝的民生需求。向各银行发声，徛伫风险管控，爱各自签订各自的贷款做费，互社会大众了解今卖的房贷情形，同时伫银行公会的网站充分公布。也毋过房贷做费保安最近甚至传出有公务员新办专属的调查有利贷，只贷到6成，专用民营银行才解决准备款不足。宽限期的话，你钱借出以后是不偿还本金的，所以这个资金回流的速度会比较慢。那你回流速度慢的话，其实你能够再放款的资金也就比较有限。对银行来说，收回来的钱变少，能够放出去的钱当然也就不多。专家呼吁，想要买厝的民众一定要做好风险管控，有关准备款，避免因为贷款成数不足，还是房贷利息悬，造成资金出现问题。各行库安怎放出贷款，金管会会密切关注市场动向，随时检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